大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復興航空喺馬公墜機嘅影片。馬公墜機係一架 ATR 7268飛機，呢個航班係GE222，佢喺高雄小港機場飛往馬公澎湖機場。佢而家正式喺高雄小港機場滑行。V1 rotate。佢而家抵達馬公澎湖機場附近，準備着陸。佢而家着陸。而家個飛機好低，飛過西溪村。墜機啦！呢次事故發生係因為架飛機失速撞向民居，全機有48人死亡，10人生還，9人受傷，1人冇受傷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啊，拜拜。